200幾萬想喺金灣航空新城執一套別墅，有冇可能？當時我都話 no， 根本冇可能發現嘅。但係成個面積段係全贈送，冇加入你嘅產權面積嚟嘅。哇，足足5.1米嘅挑高啊！全贈送嘅一個天台位啦，實用率去到480，我都唔識計啦。個實用率係超過200%都不止啊！歡迎收睇港樓 channel 啊！今日咧港樓頂住個大太陽啊，嚟到呢個金灣嘅航空新城。金灣商業、學校所有嘅交通配套全部齊備。你認為發展商適林都係起呢一個高層住宅係咪？200幾萬想喺金灣航空新城執一套別墅，有冇可能？當時我都話 no， 根本冇可能發現嘅。但係今日嚟到呢一個盤。金漢蘭府，我發現係有可能 ，nothing is impossible。好啦，咁坐低咗啦，咁我哋睇翻呢一張平面圖先，同大家講下，其實金漢蘭府咧好容易理解啫，佢 total 只有3棟呢一個別墅，呢個疊墅嘅組合啦。咁 total 咧成個屋苑咧就只得60戶嘅啫，所以嚟講呢個係極低密度、極高私隱嘅一個屋苑嚟嘅。咁目前咧，你見到成棟樓咧外立面睇咧就只有6層嘅，其實佢仲有呢個負1層同埋負2層嘅。咁然後啦，你就睇翻成個建築嘅外立面啦，佢嘅1樓即係而家你地下呢個花園啦，連埋2樓以及咧仲有呢一個負1樓，即係 B1 嘅位置。咁但係 B1咧嗰個空間咧係好高大嘅，佢足足有成5.1米嘅挑高，所以咧佢陽板間咧都幫你做咗個隔層。變相咧，你等於買下疊嘅情況下咧，你就有1樓、2樓夾層同埋地下 total 有4層可以俾你使用，仲要送埋你個極大嘅 L 型嘅花園。呢個南向嘅花園非常之市正，轉頭再拍俾大家睇。咁另外啦，去到中疊嘅位置咧，就係佢嘅3樓、4樓同埋負2樓 ，and 頂咧再送多一個北向嘅園林位置嘅，所以咧一樣係咁豐富，一樣等於可以有4個空間俾你使用。咁去到上疊啦，亦即是成個屋苑咧最抵買嘅呢個梯台，大家都要留意。轉頭咧，我爬上去再拍攝俾大家睇。上疊咧係包括咗5樓、6樓以及天台位置嘅，非常之市正個天台。頭先我上去睇過啦。咁呢一度咧就係整個花園外圍嘅位置啦。咁你睇到成個別墅嘅設計咧，都比較偏向 modern 嘅，就唔係嗰種好復古啊或者好歐式嗰種嘅，就可能會比較年輕人會比較喜愛呢一種嘅簡約嘅風格嘅。咁我哋入去睇一睇咯。咁而家咧你見到地下呢一個成個面積段係全贈送，冇加入你嘅產權面積嚟嘅。換言之，即係由呢個位置，你見到呢棵咁靚嘅呢一個花一路掕到去呢邊呢一個水池嘅位置，全部都係全贈送嘅空間。嗱，捉多孖地唔單止㗎，嗱呢度仲有個採光井，我都要講下，因為負1嘅其中一個採光井咧就呢度透落去㗎啦。咁呢一個位置右手邊亦都係佢側邊嘅一個側邊嘅花園，全部都係贈送嘅，好誇張，可以好好地合理利用。咁你入去睇一睇。呢度咧就係客飯廳相連嘅位置啦。嗱，你見其實一樣板間未正式做好嘅，姐姐咧都係忙於清潔中嘅。點解第一時間嚟啊？因為航空新城別墅200零萬可以執到套，所以即刻嚟幫大家睇真啲。你見啦，飯廳嘅位置去到呢個位，足足有成7.8米嘅開間，一直連通到呢一個L 型唔係應該 U 型嘅一個廚房位，擺個巨大嘅雙門冰箱。哇！呢個廚房好少見咁大，即係別墅先有咁空間嘅。咁遲啲會裝翻呢一個嗰個趟門㗎，所以 don't worry 啦。如果你怕油煙炒出嚟，係完全冇呢個問題嘅。嗱，你睇下呢個位置幾深，一直入到去呢邊。嗱，望到呢個位置，見唔見到有另外一個花園啊？呢一個咧就係中疊嘅嗰個採光井嘅位置嘅。咁呢一度咧，你見到咧就係屬於咧中疊嘅呢一個送俾你嘅北向嘅園林位置，所以中疊咧會係由呢一個門口入嚟嘅，係啦，就係咁樣，你就會望到人哋嘅園林咯。換個角度俾大家睇下，而家我就係喺呢一個廚房最深嘅處，一直望到後邊嗰個花園個位，嗰個進深真係唔係講笑，而且呢個廚房真係超級巨大個操作台嚇，可能俾10個姐姐企喺度都完全冇問題。
好啦，咁穿過廚房、飯客廳之後咧，你見側邊呢一個位咧，就喺樓梯隔離呢個位咧，就係 set up 咗一個長輩房嘅。都係嗰句，長輩咧就唔使擒高擒低，喺度咧頤養天年咧係非常之正嘅。入去睇下長輩房嘅 size。嗱，呢邊咧就係到呢個長輩房嘅位置啦。咁佢一樣咧都係屬於一個南向，你睇下極寬闊，因為而家完全未 set up 晒所有嗰啲家電啊，所以你見到仲係好吉嘅一個位置。咁旁邊呢度咧三邊落床唔使講嘢噶啦，仲 set up 咗一個一門到頂嘅衣櫃嘅。佢呢個咧係做咗一個通風啦，你見到採光咧完全冇問題。呢邊係風管機嘅位置啦，咁望翻出去就係外面翠綠嘅園林景觀啦，就望到自己嗰個水池位啦，咁自己個園林位啦，以及下邊嗰個通風採光井嘅位置嚟嘅。咁當然啦，呢個咧係做咗個可開入式嘅。咁佢交標俾你咧，呢個係全封閉嘅，你可以好似佢咁樣設計。好，出翻嚟啦，其實咧可以見到其實佢門口呢個位置咧係 set up 到一個工位嘅，一樓咧都會 set up 有個洗手間嘅位置，一樣係非常之寬闊。咁我認為咧，因為佢係無坯膠俾你噶嘛，呢個位置咧完全做浴缸都冇問題嘅。咁然後佢個飄張台都非常之大嘅，所以你坐喺度沖涼啊，點樣去擺其他啲洗手盤啊等等任何嘢都完全冇問題。然後由工位出翻嚟之後咧，你嗰邊係前門啦，你見到旁邊其實有個後門嘅位置嚟㗎，呢一邊係俾你擺翻你嘅鞋櫃啦。咁出翻去可以睇到呢一個位，捉多孖地褪後兩步，呢個位唔記得同大家講，呢一個就係你嘅私家 lift 啦。所以換言之咧，發展商係預留咗呢一個私家 lift 嘅呢一個電梯井位俾你嘅，可以直接去到地下負一啦，同埋去到自己2樓嘅位置嚟嘅。咁外面咧，你見到後門出去，咦？點解仲有 lift 嘅？呢一個咧就係公區嘅 lift 啦。咁我開俾大家睇下，大家就會明白。因為而家我哋身處喺1樓啦。嗱，撳入去1樓之後咧，因為而家仲喺度裝修緊啦，所以而家封晒個圍板嘅。你見到啦，呢一度你見到未？而家我哋身處1樓嘅位置，咁下疊嘅位置咧，你見到係1樓、2樓同埋 B2嘅。換言之，呢個公共 lift 咧係上唔到你2樓㗎嚇。記住呢樣嘢啦。咁好啦，3樓、4樓以及呢個 B2嘅位置咧，就係屬於呢一個中疊嘅位置。咁5樓、6樓同埋呢個天台咧，就係屬於上疊嘅位置啦。所以你見到佢可以停嘅位咧，主要係 B1、B2、135呢個就係公 lift 可以到嘅地方啦。然後咧，點解而家要做一個低炒嘅角度俾大家睇呢？因為我想俾大家知道呢個樓底，因為屬於1樓啦嘅下跌位啦，足足有成3.3米嘅挑高啊！咁樣唔知唔知感受得到呢？嗱，港樓咧就1.72米啦，喺呢一度咧覺得擺2個我都綽綽有餘嘅，所以空間感係非常之足嘅。咁我哋上去睇睇2樓，2樓咧嗰個空間感冇要咁高噶啦。2樓咧 set up 完之後咧就大概係3.1米嘅高度，我哋上去睇真啲。好啦，我哋上2樓咧可以行樓梯啦，亦或者搭自己私家 lift 都完全冇問題嘅。咁我行俾大家睇下先。咁經過呢個咁優美嘅旋轉樓梯啦，嗱當然交俾你嘅時候咧係嗰個鋼筋結構嘅嗰個樓梯位嚟嘅。到時你好似咁樣做呢一個旋轉梯又得，或者做正常闊啲嘅嗰個梯亦得。好啦，咁我上到嚟而家港樓咧就身處喺下疊嘅2樓位置啦。你見到後邊呢度1間房、2間房以及呢邊3間房，所以咧2樓係作為一個休憩嘅區域，做咗 total 3個房間嘅。咁其中有一個房間仲有全贈送，因為咧 suppose 係屬於佢1樓嗰個挑高位置，去封平咗佢，不得了。贈送面積極大，入去睇真啲。嗱，由樓梯上嚟咧，一入咧就係第一個房間，呢一個係屬於嗰個叫做客房啦，或者係兒童房都完全冇問題嘅。空間同樓下嘅主人房咧一樣之咁巨大嚇，一樣幫你擺咗個床，即係擺咗個衣櫃，擺咗個大床之後，連住呢邊咧仲有個梳妝台、書台又得。望翻咧都係自己嗱，見到呢個水池就認得係自己南向嘅園林位啦。嗱，2樓可能睇得仲清晰添，咁樣成個勁寬闊，望晒出面嘅園林，加埋呢啲靚嘅雲朵啊，超正！咁去睇埋第2個房間。好，第2間房咧就係隔離啦，就係呢一間咧，我覺得咧係set up為主人房就最好，因為面積咧最大。望下一樣都係望到同隔離咧，同樣係呢一個南向園林嘅景觀嚟嘅。入去睇睇，超大！我喺呢個門口俾大家睇下有幾大，大到好空曠嘅而家嘅感覺。咁呢邊咧 set up 咗一整排嘅呢一個衣櫃位啦。咁後邊咧就係佢個套廚
主人房嘅套廁位。咁因為而家再裝修啦，所以個鏡櫃咩都未擺上去，但係你就已經可以感受到嗰個空間㗎啦。咁同埋呢度咧係冇個飄窗台位嘅，所以呢個位我建議 set 翻個浴缸 perfect， 我真係好中意浸浴。好啦，嚟啦，睇多次佢最靚仔嘅呢個南向園林景觀先，好寬闊啊！哇，呢一個係一個90度嘅曲脊窗嚟喎，原來兩邊綠色都睇晒。即係我建議其實嗰個封嘅玻璃咧可以封大塊啲，成個感覺再大氣少少。一樣係望翻下邊嗰個園林位嚟嘅。呢個主人房咧大到咧講到企喺呢個位置覺得好空虛啊，真係超級無敵大。但係我要重新講多次，呢一間咁巨大嘅主人房咧係完全偷咗我腳底啊！腳底下邊咧就係咧佢嗰個一樓嘅中控位偷出嚟嘅，所以呢個係全贈送面積，你冇聽錯啊！好啦，出翻主人房啊，去埋第3個房間嘅位置就係呢個北向嘅房間啦。咁呢一邊嘅景觀咧，就主要望翻佢北向園林嘅位置啦，即係中疊嘅園林。係啦，而家封住咗，俾大家睇一睇先。最中意求證精神嘅啦，嗱，望下下邊就係嗰個中疊嘅園林位置嘅。咁望翻自己公區有啲小朋友玩嘅地方啦，呢邊就係個出入口嚟嘅。咁呢間房嘅 size 咧就會比主人房細少少啦。咁我覺得咧會安靜啲嘅，唔知點解呢一邊俾我個感覺，同埋會涼爽啲，因為始終係北向嘅位置。咁我覺得 set 為客房或者兒童房都冇問題嘅。咁由兒童房出嚟咧，右手邊咧就係佢嗰個工位嘅位置啦，一樣啦，同下邊嘅工位咧目測望落去嘅 size 都係一模一樣嘅。呢個一樣係帶翻嗰個飄窗台嘅位置俾你啦。咁啊，後邊呢個位咧，你會見到，亦都係佢個私家 lift 嘅位置，所以係直接可以由1樓搭上嚟2樓嘅。咁後面呢一度咧都有翻一個後門，可以出翻去嘅。咁啊，當然啦，你會見到呢個冇 lift 啦，因為頭先都睇咗啦，佢個 lift 咧公 lift 就係去到135呢個梯腿嘅啫。好啦，咁我哋睇完2樓之後咧，隆重登場睇下全贈送俾你嘅 B1 層。究竟係有幾誇張？點解可以做到220個平方，仲可以做埋隔層落去？望真啲。咁啊，今次唔行樓梯啦，搭個 lift 俾大家睇下。好，呢個就係 lift 個位置啦。而家係1樓，咁我叫佢上到嚟2樓啦。好啦，入去啦。吹。好啦，我哋到負1樓啦。嗱，望下負1樓，咁一出去呢一個空間。哇！震撼到我喎，原來旋轉頭低落嚟呢一個咧就係負1，你望下呢一個挑高，哇！足足5.1米嘅挑高啊！誒，你係咪見到呢度有位？其實咧，如果你喺上面落嚟咧，因為上面呢一個位咧就係佢1樓個位置，落嚟首先會去到呢一個夾層嘅位置，有一半係封起咗，呢一邊做全中空，所以嗰個挑高係勁有 feel 嘅，見唔見到啊？咁上面我轉頭再俾大家睇下夾層，因為已經落到嚟啦，睇到地下先。嗱，呢邊私家 lift 出咗嚟之後咧，穿過呢條旋轉樓梯咧，就會見到呢一個空間超級無敵之巨大，係啦，好少見到負1咧係可以做到咁嘅。佢目前呢一個樣板間就做咗一排嘅收納櫃啦，到時會擺晒啲靚嘅呢啲 decoration 位嘅。你見唔見到嗰個位特別之光啊？呢個位咧，你見到就係個採光井嘅位置㗎啦。咁發展商咧，你見到呢個？就係頭先你南向花園嘅嗰個位置，亦都是個長輩房望出嚟嗰個玻璃嘅位，佢做咗個可開合式嘅。咁啊，天氣好嘅時候就打開佢通下風啦，天氣唔好落雨嘅時候就閂埋佢。呢個咧係可以電動嘅。咁當然啦，佢交俾你嘅時候係全封閉，你可以好似個模式去咁樣做。你睇個採光幾靚，呢個格仔打落嚟，哇！見到個空間超級大。咁啊呢邊咧就做咗一組鏡啦，呢個位咧你可以咧喺度做跳操、瑜伽、做 gym， 呢個位超靚，好寬闊一組排鏡。呢個空間實在太大，我要咁樣俾大家感受一下，哇！超級正，喺度玩咩都得啦，跳舞。咁喺呢一組鏡櫃後面咧隱藏咗一間房喎，嗱，入嚟睇下，見到呢啲格仔咧就知係咩啊？擺你嘅酒窖啊！勁靚，呢邊係可以開 party 喎，你所有靚酒都可以陳列喺度，咁加上咧擺喺地下咧，你控溫又好啲，唔怕咧曬到熱到你啲靚酒 ，good 啊！咁穿出嚟之後咧就另外一個
地下嘅客廳位置啦。目前淨係擺咗個孤零零嘅茶台，有啲 lonely 啊嚇。但係大丈夫，遲啲呢度咧越整越靚，或者咧因為呢個係毛坯咧，都係嗰句，你係可以按照個格局去參考，亦都可以喺度擺個 K 房做開 party 都完全冇問題。咁喺後邊咧就再有一個洗手間嘅位置啦。咁因為呢度屬於一個 B1 負一層，所以咧佢本身呢個係冇窗體嘅。咁啊呢一個洗手間嘅位置咧，佢都幫你做好呢一個通風位㗎啦，抵讚。咁啊出翻嚟啦，穿過呢一個超高樓底嘅一個偏廳位啦，地下偏廳位，見唔見到呢一扇窗啊？其實呢一扇窗外面咧，佢個對住嘅咧就係佢中蝶花園嗰個採光井嘅位置嚟㗎。所以呢間屋咧係有地下係有兩邊採光㗎嗱，見到呢度同埋嗰度位置。所以有兩個採光井嘅，所以通風採光，地下都一流啊！好，穿過呢個位咧，目前咧佢呢個位又做多一個，其實佢未 set up 任何嘢嘅，我認為係可以做一個儲物嘅空間係完全冇問題嘅。嗱，你喺呢個位都係勁寬闊嘅。咁經過呢個位置咧，就進入咗下邊嘅一個房間啦。咁呢個房咧一樣啦，同頭先嗰邊一樣有個問題，因為屬於個 B 一個位置，所以係冇窗體嘅。咁啊，通風就要做好少少啦。咁一樣 set up 咗個櫃體，個空間感係夠嘅。咁我哋睇完 B1咧，我哋想去睇一睇呢個夾層位先。嗱，呢個夾層位，呢個自閉空間正啊位，喺呢度咧仲可以俯瞰落頭先我哋 B1嘅位置啊。喺呢一個位，放心，有晒扶手，有晒玻璃，好安全嘅。咁另外咧，佢入邊咧仲 set up 咗。佢咧就擺咗個茶台啦，咁樣咁呢邊後邊咧，點解佢咁多茶台同埋酒台？呢度可以做另外一個 K 房，好似好啲，因為感覺上呢邊有牆咧，可以做啲隔音棉咧，會更加正。同埋呢度有種管控全局嘅嗰種 studio 嗰種錄音室嘅感覺，俾我呢個窗睇。我而家咧企喺呢個隔層，望落下邊負一咧，我終於明白。點解係可以做到呢一個220平方啊？講緊呢一個位置，大概2000幾尺係全贈送俾你，我就終於明白，就係因為佢樓底夠高，你可以點整點砌都得。最好咧就最啱一啲就係 big family， 或者你中意多功能房間，就可能有瑜伽室啊、健身室啊，或者排舞室啊。你見嗰個鏡完全可以做排舞室嘅。跟住你中意飲茶，你中意飲酒，呢度全部分晒各個 section 嘅功能區。一至八，好啦，嚟翻佢下疊1樓嘅位置咧，同大家做個 conclusion 啦。而家目前咧，成個樓盤咧都係屬於一個應籌嘅階段，係未正式開賣嘅。都係嗰句，佢淨係放咗個2棟出嚟，得20零套單位嘅啫，所以都係先搶先有。你諗下喺成個金灣航空新城最核心嘅地段。別墅喎你係從來都冇可以想像過喺一個咁精華嘅地段會有呢一個咁低密度嘅別墅產品可以俾你，而且佢價格非常之 surprise。佢目前咧，我哋而家身處嘅下疊咧，佢下疊價格嘅區間咧，大約係340萬，去到最高550萬嘅。咁但係點解要有550咁高嘅一個區間？因為咧，我哋而家身處嘅呢一個下疊嘅呢一個樣板間咧，佢都係出售嘅，所以貴係貴喺呢一度。但係所有嘅呢啲別墅咧都係無坯去發售㗎。咁去到佢中疊嘅位置啦，佢價格嘅區間咧係去到300萬，去到至到390萬之間嘅。咁另外啦，佢上疊咧亦都是3個面積段入邊總價係最抵買嘅。咁上疊嘅總價咧，大約係260萬起跳，去到280萬就可以執到一套咁市正嘅金灣航空新城嘅無坯別墅啦。再重申多次，佢實際呢度係143啊咋，但係佢實用率去到480，我都唔識計啦。佢實用率係超過200%都不止啊，勁誇張。咁另外啦，好多人一定會問到，喂，我住花園，咁我車停喺邊呢？其實由 B1 個位置咧推出去咧就係佢個停車場嘅位置㗎啦。咁但係個車位而家咧未正式開賣嘅。咁車位嘅價錢咧，根據隔離嗰個去參考嘅話咧，大概係10至15萬左右一個啦。咁到時有最新嘅消息再同大家 update。咁呢度咧係金灣航空新城嘅正核心地址啦。咁5分鐘車程咧已經去齊華發商都、正光廣場。咁啊國際品牌啊、環球美食、休閒娛樂咧一站式就可以搞掂噶啦。15分鐘咧就直達呢一個香洲、橫琴同埋澳門，20分鐘咧就可以到達呢個港珠澳大橋噶啦。所以呢度咧唔係講緊未來規劃，而係講緊已經係全部兌現咗嘅配套嚟嘅。
咁所以我都覺得呢啲咁嘅爭崩頭嘅地段，發展商居然係起啲密度咁低嘅別墅，你話發展商係咪真係癲咗？成個項目咧其實 total 得3棟啦，咁啊一共係60戶嘅，所以係屬於一個極低密度、極高私密性，同住喺大廈嚟講咧係完全兩個世界嚟㗎。咁目前咧佢有128平方去到144平方呢啲嘅別墅可以俾你選擇嘅。咁呢個屋苑咧，隔離就係金山公園啦，仲有中山湖公園。朝早起身跑個步，夜晚食完飯去散個步咧，我覺得呢啲先叫做生活啦。咁屬於喺社區入邊咧，即係市區入邊啊，直頭係一個奢侈品嘅存在。咁另外啦，雖然鏡頭前嘅你咧，可能對校網咧係冇好大嘅需求嘅，但係我都提咗無數次啦。如果你屋苑咧要 resell 嘅情況下咧，大陸人係非常之睇重呢一個校網嘅。咁佢隔離咧就已經係航空新城嘅小學啦，省實驗嘅金灣學校，附屬嘅初中，珠海市嘅一個實驗中學，就係所以佢係一站式全齡年段嘅教育都喺晒隔離㗎啦。咁另外就係醫院方面啦，咁好多人會關注退休嘅生活，咁佢隔離就廣東省人民醫院啦，即係屬於係3級嘅公立嘅綜合醫院啦，就全方位可以保駕護航嘅。咁物業方面啦，咁物業咧係屬於一個時代鄰里嘅物業，係屬於一個管家級嘅服務物業嚟嘅。咁當然啦，個管理費會相對會高翻少少嘅，別墅嘅話係去到5蚊5一個平方嘅。但係買得別墅嘅你就會明白，一個好嘅物業先係真正呢一個屋苑最有體面嘅奢侈品嘅體驗。Anyway， 奶都奶啦，雖然佢下邊咧是做咗呢一個樣板間啦，佢中碟同埋上碟咧都冇擺家私，都係清水嘅狀態。但係因為佢上碟嘅單位咧係目前成個棟數入邊啊係最平嘅，所以講到爬上去上碟俾大家睇一睇，佢呢一個5樓、6樓加埋天台係點樣嘅先 ，Go 上去睇一睇啦！咁我哋撳呢個公區嘅 lift 咧，就上去呢個上碟俾大家睇睇。咁上碟入嚟咧，我哋就撳5樓。好啦，我哋一出5樓咧，就係佢嗰個公共樓梯嘅位置啦。咁我哋咧先睇翻呢一套501啦，就係佢成個咧就係清水交樓嘅狀態啦。咁入到嚟咧，見到呢一個位置，一入嚟有個少少嘅空間啦。咁望出去咧，都係隔離嗰個學校啊，同埋下邊嗰個花園位置嚟嘅呢度，同埋呢個正門口嘅位置。咁我覺得呢一個空間咧，攞嚟做鞋櫃啊、收納啊、儲物啊，都完全冇問題。呢一邊咧就係預留嗰個電梯井嘅位置啦。咁啊入翻去睇一睇，第一個位置見到呢一度咧，就係做翻嗰個洗手間啦、工位嘅位置啦。咁入到嚟之後咧，我哋環幕一圈俾大家睇先。呢邊會有翻個窗仔。咁呢一邊咧就會正常嘅大窗連埋出面嘅巨幕嘅露台啦。咁啊出去先睇睇呢一個南向嘅露台位置先，好寬闊嘅，呢度差唔多接近8米，係由呢個位置一路拉到過去嗰邊，係啦，呢邊呢個位置入邊呢個係房，我哋轉頭先再入去睇。咁後邊咧佢北向嘅位置一樣啦，同頭先嗰個工位啊，同埋嗰個細房嘅位置都係望翻去北向嗰邊。呢度就可以睇埋外面成個航空新城嘅街景啦，以及佢下面嘅花園景觀嘅。咁轉翻過嚟咧，呢個就係頭先講咗1樓 set up 嗰個房嘅位置啦。咁一樣咧都係同主露台咧望同樣嘅景觀嘅。咁呢一邊咧，我建議都可以做一個少少嘅收納。咁我哋上去睇一睇6樓先，喺呢個位置。一上到嚟啦，右手邊咧就係第一個房間嘅位啦，一樣咧係望翻南向嗰邊嘅景觀嘅。咁出到嚟咧，呢邊咧有個好大嘅區域，建議係做翻一個主人房。哇，好涼爽，因為呢個開咗個通風窗。你睇呢個空間有幾大？我褪後少少先，有足足咁大嘅位置，你變成一整間大房，連埋呢一邊咧，仲有個衣帽間咧，又冇問題。或者你分開2間房咧，呢度都完全夠空間嘅。好，過去望下，呢個就係6樓望上去嘅位置啦。嗱，呢邊所有嘅呢啲綠植啦，加埋下邊自己嗰個花園嘅位，全部睇晒嘅。咁然後喺呢度咧，好啦，睇得好清楚。你見到呢度分咗2個單元，上面都係贈送俾呢個露台位，見到嘛？咁呢一邊咧上咗去係 lift 嘅公區位啦。上樓梯之後咧，左邊呢一個咧係屬於呢一排嘅嗰個贈送嘅天台位。咁然後啦，呢度上去之後，你見到呢一節咧就係屬於呢一條梯腿
贈送嘅呢一個天台位，呢度睇非常之市正。好啦，我哋沿住呢一條咧樓梯咧就可以上到外邊全贈送嘅一個天台位啦。咁你其實見到呢個位咧都有個空間，我覺得呢度已經係個少少嘅偏嘅天台位，呢個都可以有個好好嘅合理利用。睇下到時可以做啲乜啊？有冇觀眾朋友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啊？咁其實佢穿出去望咧都係佢北向下邊嗰啲園林啊同埋街景嚟嘅。咁上面呢度咧嗱望到啦，呢一節全部都係你自己贈送嘅天台位上去啦。哇，有啲曬啊！唔緊要，嗱呢度又係另一個錯層式嘅咁嘅感覺，已經開始見到啲草皮位啦，係啦，跟住呢一度再上去，嗱隔離咧，你見到呢度嘛？隔離就係對面上碟佢自己上嚟嘅位啦，所以呢度等於有個公區，但係佢已經隔開咗㗎啦。咁你見到，如果隔離個單位上去，佢右手邊咧就係佢自己嘅天台，我哋就上左手邊嘅，上去望一望先。佢交樓俾你咧都已經封好晒㗎啦。嗱呢度你見到綠草地，綠草如茵啊！望晒成個景觀極靚，哇！數一攞俾大家睇，好靚，成個空間咁巨大，哇！太曬，港樓真係冒住黑100度、黑10個度嘅呢一個感覺上嚟俾大家感受下。你睇我要跑過去，山頂嘅朋友見唔見到我啊？你睇呢個空間。加呢個景觀，後邊就已經見到萬豪酒店，我要俾大家睇下我身後嘅景觀，你就會知道呢一度離華發商都有幾近啊！港樓咧而家喺佢天台咧，咁我哋望後啲見唔見到呢一個建築物啊？呢一個建築物咪係萬豪酒店咯，即係華發商嗰個位置啊，所以真係極近，2分鐘就已經可以過到去啦，掂啊！唔掂啊，唔掂啊！喺上面就嚟曬乾我。無論上刀山定係落油鑊，只要你想睇，港樓一定陪你。記得 like 嘅 subscribe 啊！